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2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1篇，创世纪第15章第1节到第18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33节到3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善果，就是结好的果子。我们都知道人是不完美的，我们也都有自己的弱点，但是因为上帝那么的爱我们，他用慈爱怜悯来对待我们，让我们得以被称为义。虽然如此，并不代表人就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犯错，甚至放纵自我。人既然蒙了上帝的恩典，蒙了上帝的呼召，就必须在自己的使命上忠心，如同我们昨天分享的一样。基督徒必须去学习，尽力尝试，并且努力去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良善，因为我们是那受良善所呼召的。耶稣基督曾经以这个葡萄树来比喻上帝跟人的关系。他指出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那常与我连结，而我也常与他们连结的，必定结出许多果实。因为没有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那不跟我连结的人要被扔掉，像枯干的枝子要被扔掉，让人捡去投在火里焚烧。如果你们常跟我连结，而我的话也常存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无论要什么，求就会得着。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节到第7节的经文。而这一段经文其实是接续到约翰福音第14章，特别是第6节讲到耶稣基督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在这个之后接了这个话，那也就是说，基督徒必须要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这种紧密的连结，然后才能进入上帝所应许的这个殿堂。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，自从他受了上帝的呼召之后，他就努力的跟随上帝。因为他被上帝呼召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要离开本族、本地以及父家。在没有人的支援之后，那亚伯拉罕只能全心全意的倚靠，跟随上帝的带领。因为除了他，除了上帝，没有赐下别的拯救。即便是如此，即便是那些被称为信心之父这样的一个名号，亚伯拉罕在他遇见了所谓的困境，就是他遇到了饥荒，遇到了急难，他害怕会被杀，这样的时候，他也曾经迷失，甚至他的太太撒莱也曾经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上帝的应许，就是那个后裔的祝福。他们都曾经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来解决很多事情。他曾经逃到埃及，他也曾经欺骗，差一点陷害了法老王以及他的太太，得罪上帝。
但最终他再一次的回到上帝的正轨来跟随上帝。在他有好的生命展现，也因为几件重要的事件，让他能够被称为信心之父。这样的生命展现也相对的使他的后代能够得到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上帝预言说，这是以后亚伯拉罕在异象中听见上主对他说：亚伯拉罕，亚伯兰，不要怕，我要保护你，给你极大的奖赏。但是亚伯兰回答，他说：至高的上主啊，我既然没有儿子，你给我的奖赏有什么用呢？我唯一的继承人是大马士革以利以谢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因此我家里出生的一个奴仆要继承我的产业。接着他又听见上主对他说：奴仆以利以谢不会是你的继承人，只有你亲生的儿子才是你的继承人。于是上主就带他到外面对他说：你望一望天空，数数看星星有多少，你的后代就要像星星的一样的多。这个是上帝与亚伯拉罕在关于赐给他儿子的这样祝福上面的对话。可见亚伯拉罕在想办法他仍然在想办法要帮上帝解决问题。上帝让他从异象当中来看到上帝自己的旨意与他的赐福。上帝说亚伯兰信上帝，上主就认他为义人。上主又对他说：我是上主，我带领你离开了巴比伦的乌尔，我要把这片土地赐给你，作为你自己的产业。上帝又预言说，上帝对亚伯兰说：你要确实知道，你的后代要流浪异乡，被人奴隶，被人虐待400年。但是我一定要惩罚奴役他们的那个国家，他们离开那里的时候，将要带着很多的财物出来。至于你自己，你会享长寿，平安的离开人世，入土为安。过了4代，你的子孙才能回到这里，因为我要等亚摩利人罪恶满盈，必须惩罚的时候，才赶走他们。日落天黑的时候，突然有冒着烟的火炉和燃烧着的火炬出现，从那2行肉块中间经过。上主就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与亚伯拉罕立约。他说：我把这块土地赐给你的后代。这块地从埃及的边界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大河，只要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并且坚定地与上帝建立良好的关系，紧密地跟随上帝的脚步，就必要蒙恩，然后能够结出好的果子。耶稣基督也这样教导跟随者，他说：果树好，果子就好；果树坏，果子也坏。从果子可以认出果树的好坏。你们这些毒蛇，你们原是邪恶的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
口就说了出来。好人从他积存的善发出善来，坏人从他积存的恶发出恶来。我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每人所说的闲话，句句都要交账，因为上帝要用你自己的话来宣告你有罪，也要用你自己的话来宣告你无罪。基督徒必须要连结在基督的好树上面，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连结的情况之下呢，才能结出好的果子。否则的话，就会如同葡萄树的比喻当中所说的，这些树枝将会被去除、剪掉，被丢在火炉里面燃烧成灰烬。基督徒的每天的生活是否能够好好的连接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，也是我们每天必然的检讨、回顾以及反省的生活。诗篇21篇，上主啊，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，他因你所赐的胜利快乐。你成全了他的心愿，你答应了他的祈求，你赐给他无穷的幸福，把金冠冕加在他头上，他向你求寿，你就赐给他，使他长寿无疆。他因你的帮助得了大荣耀，你赐给他荣光尊严，你给他的鸿福永无穷尽。你的同在使他充满喜乐。君王信靠上主，因至高者的慈爱，他的王权永固。君王要搜捕他一切的仇敌，他要俘虏憎恨他的人。他出现的时候，要像一阵热火烧毁他们。上主要在震怒中吞灭他们，怒火要烧尽他们。君王要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他要杀戮他们的后裔。他们阴谋危害他，却不能成功。他要拉弓瞄射，使他们掉头逃跑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显出你的力量，我们要赞美歌颂你的大能。感谢上帝透过保罗的呼召、历代圣徒、宣教士的呼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能够活出美好的信仰生命来，与你连结，有好的生命见证，能够结出美好的生命果实，见证我们是属主的。祷告，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